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今日咧大華御庭咧揀車位咁啊好多業主翻咗嚟，咁身邊呢位咧大華尊貴嘅業主咧翻咗嚟咁啊稍後咧下晝揀產權車位喎係啊。好，咁啊身邊呢位咧尊貴業主咁啊劉生咁啊大華御庭嘅業主啦，係嘛，最早期買㗎啦。OK 啊，係啊。咁啊依家咧就交咗樓啦，咁啊今條片咧最主要咧都係想問翻咧真實嘅入住嘅情況嘅感受咁啊點解揀呢度啦，同埋住落咧物業啊，各方面嘅衛生啊，同埋呢邊嘅衣食住行啊、煙火氣啊，各方面咁樣啦，講講啦。最主要揀呢個位置係因為睇片對比咗咁多，還是行咗好多大灣區，參加好多睇樓團，先至揀到林森片區同埋呢個樓盤嘅。都係揀嗰啲地鐵路附近嗰啲啦。即係你睇咗好多片，同埋咧都參加你啲睇樓團咧，始終都係大巴同埋私家車。冇錯，但係都係地鐵嚟得快。幾快，真係。喺福田都係1個鐘頭鬆啲。係咯，有時快車39、40分鐘。係啊。係咯，即係地鐵嚟得快咯。快。咁跟住去坑子之前冇嗰啲樓巴，咁你自己打車過嚟都好快。係咯，都係8蚊10零蚊。係啊。咁依家有埋樓巴穿梭巴士啦，係啊，免費啊。係啊。近期又調研喎，又話調研嗰個穿梭巴士咧可以調配喎。可以啊。係啊，因為好多業主反映翻咧，去蓮塘口岸嗰班調配下個時間啦，或者增加班次啦。又或者咧去到坑子站各方面啲時間調配，咁其實都係問翻業主嘅，即係佢哋有個調查問卷㗎嘛。好似係喎。咁啊幾好嘅。未睇。咁所以講咧就係咧，班次嚟講咧會慢慢調配咯，好多嘢都慢慢跟進咯，改善咯。咁係都未入住率又未算話太高，咁啊一定係咩嘅？咁你依家交咗3棟樓，其實睇到好多都精裝改造當中，其實有啲好高要求，都仲未入住。我睇到我哋好多業主咧，有啲咧就係有啲係散緊甲醛，有啲咧就。裝修可能拖咗啲時間，因為颱風咧落大雨啦。有啲咧就高啲要求嘅，咁所以講咧要整到最靚仔、最滿意。咁所以講咧，依家個入住率嚟講，其實都去到大概4、5成度啦，係嘛？過多幾個月應該我會覺得咧更加多啦。今年年底應該更加多啦，因為仲有3棟交樓。哦，年底好似交樓咁啊，易鬧好多咯，咁就呢係啦。咁啊，揀中呢個位置咧，就因為地鐵啦。其實好多客咧，其實我採訪咗好多條片啦，大家都睇到啦。最主要嘅係睇中呢度係地鐵嘅交通，同埋咧樓盤嘅質素。基本上好多業主反映翻咧都係呢2個大點。冇錯。係啦，咁啊想問翻啦，就喺大華御庭呢邊咧，周邊嘅食嘢啊，各方面方唔方便？我哋又去食啲啊，真係方便嘅真。方便喎。係咪好多辣嘢啊？辣嘢我哋啊慢慢習慣啦，因為我哋始終廣東人啊，辣嘢都係。其實呢邊多揀嘅。係啊。反而咧，我哋即係比亞迪商圈嗰度咧，好多業主話冇啲客家菜啊，少啲潮州菜啊，大排檔嗰啲全部都係辣。咁呢邊嚟講咧，屬於咧紅魚市場、塘井市場呢一個商圈，即係白石市場呢個商圈啦。咁其實客家菜啊、潮州菜啊、大排檔，其實嗰啲都多嘅，就唔係話全部都係。冇全部辣咯。係咯，冇全部辣啦，所以係咯。咁所以講咧，呢邊咧煙火氣都幾好嘅。OK 啊。其實呢個商圈嚟講咧，白石商圈咧，類似你去到深圳福田啊、羅湖啊咁樣，係同邊一個邊一條村啊、邊一個片區比較似啊？福田啦。嗰個福民應該係咪叫？福民係福民地鐵站嗰邊啦，水圍啊嗰啲啦，類似咯，即係類似咯，係啦，就唔會話咧嗱，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即係真實業主下，咁啊當時咧買樓我都未問過嘅，咁啊好多咧就評論啊各方面啊就彈呢度，哇呢度咧周邊咧好多嘅城中村啊，咁啊啲自建樓啦咁樣，咁其實你點睇嘅咧？咁如果冇嗰啲就冇咁多食肆俾我哋揀啦。係咯，同埋冇咁熱鬧啦。如果你當時你睇片都睇到㗎。睇到。你航拍飛上去冇得呃人㗎。冇得呃㗎。其實當時你都知道嘅。知道。係咯，咁所以講就有煙火氣有嘢食咯。係啊。你都唔希望周邊係魚塘或者草皮，又或者乜都冇。打車可能要打10零分鐘先可以食到嘢，咁啊又冇意思啊。係啊，咁啊冇意思啦。咁所以講咧，熱鬧有熱鬧嘅好。係啊。可以咁講。真係。咁其實周邊嘅都係原居民嚟嘅啫，又唔係話各方面嗰啲係嘛好亂好雜嗰啲。又唔會話太差，你睇下啲建築物又唔會話太差。嗱，我上次咧，嗱我經常都有時過香港嘅地鐵站咧，我一出，其實又唔係話中環、上環同前海、後海嗰啲感覺啫。其實周邊樓盤嚟講，其實啲城中村自建樓都係有啲嘅。一樣。嗰啲叫唐樓。係唐樓。普通話叫自建樓。係其實係一樣嘅樓。都係嗰幾層樓，係嘛？咁所以講就唔好太介懷咯。唔會。有時個發展其實呢種咧就係要慢慢去城市更新，就並不是咧就係要開荒牛首個盤，然之後後面先慢慢開發成為一個新區咁。都唔算啦，其實啲樓都唔太差㗎，真係。係咯，你睇啲我樓，唔差㗎。會踩翻唔會甩甩漏漏啊，又準備好似4、5年
45年嗰啲咩50、60年嗰啲係啊，好似你望過好似冇人住嗰啲，你反而仲係咯，好係咯，呢啲算 OK 㗎啦，我覺得都係咯，係啊。咁整體嚟講咧，即係唔係話我哋 agent 嘅服務，最主要咧就從買樓到依家收咗樓到入住嚟講，整體俾大華地產嘅質素又好，物業啊、交樓啊、入住嘅體驗啊、周邊嘅環境，整體嚟講綜合所有嘅嘢，俾到幾多分咧？10分為滿分嘅。8分啊，有上進嘅上漲嘅空間。係有。咁8分嚟講喺你心目中係高還是低？高㗎啦都。高啊 ，OK 啊，係啊，非常好啊。咁啊，即係整體嚟講咧，買樓咧，其實都係踏出第一步先睇片咯，煲下然之後先實地考察咯。都要自己實地考察下嘅，你始終都係。其實我見到好多業主咧，就係買咗樓咧，其實都煲緊片㗎，都奇怪喎。其實有啲咧就我買咗我唔睇啦咁啊。因為你有時都冇咁多時間行到周邊，都要靠你哋拍啲短片啦，我哋先知道。哦，我明啦，即係意思講咧，周邊嘅生活啊，關於樓盤啊、林森片區整體個各方面嘅交通啊、啲配套啊、啲大商城啊，冇錯啊，係嘛？啲街頭街尾嗰啲美食挖掘啊，美食啊、挖掘啊，有時按摩介紹下我哋都好啊。下次我哋拍多啲。嗱，今日咁啱上咗條精油開背阿永明出鏡啊，咁啊幾好。咁啊，下次咧我哋拍多啲商業配套咯。好啊，好。係啦。咁始終港人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去到香港咧，其實即係一出地鐵站咧，其實好陌生。其實我哋玩咧都係圍繞住嗰個地鐵站嘅，好似阿宋生經常都同啲客咁講。咁其實咧，香港人翻嚟都係，我哋係圍繞個地鐵站。即係同我哋一樣啦，上到嚟。起碼揾到個地鐵站可以地鐵駁地鐵啦，有啲安全感啊！去到個陌生地方，又或者慢慢去熟悉咯，係嘛？去到地鐵站咁熟悉咗周圍之後咧，咁啊慢慢去坐車啊、搭車啊、自己買車買電動車又好，自己揸4個轆又好，咁樣慢慢去熟悉自己發掘咯咁。但係前期嚟講咧，就個適應度咧，如果係地鐵周邊嚟講，會比較冇咁緊張，同埋適應得比較快咁樣，係啊，冇錯，可以咁講咯。咁啊，所以講咧就係住喺呢個位置咧，可以享受到惠州嘅商圈啦，即係萬達商圈啦、吳越商圈啦，又或者淡水嘅一中心嘅天龍商圈啦。咁其實你哋有冇去到坑子啊、龍崗啊嗰啲大商城嗰啲玩下？即係沿住地鐵線慢慢玩下。坑子又試過，坑子試過，係啦。龍崗嗰邊就未試過。所以呢度好得意咯，可以去深圳嘅城市配套，又可以翻惠州嘅城市配套咯，都方便啊！真係多元化可以咁講。冇錯冇錯。係啦，咁平時都兩邊行下咁樣咯。係啊，都要攰啊，係啊，開始慢慢。阿劉生仲未退休嘅，所以講咧提前為退休做鋪墊好緊要，唔係話真係我60啦。退咗休啦，我先開始諗啦，開始煲片啦，開始揀大灣區邊個位置，唔係噶，冇咗月結單，做唔到按揭上會。冇錯。第二個，你後面嚟做，銀行嘅要求高咗。第三，比較迷茫。冇錯。可以咁講，因為臨急臨忙啊嘛。係啊。你要馬上去適應，但我提前咧做咗按揭上會，同埋咧慢慢咁樣提前度假式咁樣偶然翻下嚟熟悉下，咁後期咧60歲打後退咗休咧就冇咁緊啦。各方面要比較舒服啲啦，可以咁講咯。即係當平時放假，禮拜六、禮拜放假咪當去一去旅行咁樣，咪翻嚟咁樣。係咯，地鐵旅行啊幾好啊！熟習下呢個環境先啊嘛，最緊要。係咯，咁所以講咧就係呢排我哋啲觀眾咧同埋啲買家咧都係越嚟越後生嚇，慢慢接受呢個大灣區。之前咧就啱開關嗰時咧就係即係佢哋都係啲長者比較多。依家嚟講咧，慢慢咧就去到咧35至到40之間。其實呢啲咧都為呢個退休嗱，我哋有個業主都係大華業主，哇！即係佢哋買咗部車去廣西、去外省、去福建行嚟行去，佢話有一個落腳點先，買部車通街行，周圍都行。佢唔中意坐高鐵，亦都唔中意搭大巴，一定要出省，出到好遠嘅地方玩。一電車佢話好玩，度度都要充電站。咁所以講咧，好多嘅作為嘅即係後生人改變咗個。佢嘅諗法，思想嘅諗法同埋思維係啊，咁啊依家即係皇崗新口岸有一個啦，係嘛，咁啊即係5分鐘通關。其實香港好多嘅年青嘅一輩咧，可能又會改變個思維。冇錯。咁5分鐘通關同過去有咩區別啊？咁不如去租深圳啦，買深圳啦，又或者經常過去深圳玩啊、食啊、消費啦咁樣咯。咁所以講個模式慢慢咁樣迭代咯。咁其實呢個時代變咁冇辦法㗎啦，係嘛？咁啊要跟正個時代咁樣㗎嘛。冇錯冇錯。咁所以講咧，惠州林森片區咧，隨住用到深圳嘅地鐵啦，即係唔好講後期嘅延伸啦，目前嚟講現成嘅階段嚟講咧，都已經好方便。咁所以講咧，就好多嘅香港準備退休啦，或者提前規劃退休嘅好多都翻嚟大灣區啦。咁目前嚟講，睇翻大灣區整個
即係片區個地塊嚟睇咧，如果係即係交通成本最低可以用到地鐵，其實呢個位置係真係可以講係不二之選。冇錯，比較方便咯。想翻就可以翻，隨時翻。食完飯嘆完茶落樓都仲有車，因為地鐵係一定等你嘅，早上6點鐘到晚上12點啊嘛。係咯，有個地鐵真係方便好多嘅。方便好多啊！咁啊地鐵你大家知啦，10幾億造價1公里，係嘛？咁啊所以講咧，又加埋部車，又嗰部車坐住幾千萬嘅車翻到口岸幾爽啊，係嘛？即係軌道車幾爽。係咯，咁啊好高興啦，就阿劉生啦就肯出鏡啦，就俾到好多嘅觀眾即將翻到嚟大灣區，又或者咧。已經喺大灣區生活嘅有好好嘅參考咁樣咯，係嘛？會唔會感覺買樓會買上癮啊？都再睇下先啦。嗱，買樓咧同啲奢侈品一樣，真係會買上癮嘅。咁所以講咧，真係咧，大家咧踴躍翻到嚟大灣區，因為 TVB 上次做咗個調查，每3個100萬資產嘅香港人都有一位叫有意向，唔係話即時叫有意向。咁其實個比例已經好高。係啊。好高噶啦，咁所以講咧，慢慢大灣區嘅發展啊，呢個交通啊、城市嘅配套啊、治安啊各方面嘅福利啊，一視同仁啊，係嘛？辦證件嘅便捷啊，慢慢咁樣咧，港人會越嚟越快咁樣去融入大灣區，接受大灣區。接受咯，係可以咁講咯，係嘛？以前嘅嗰啲嘢咩話過咗關啊打荷包，然之後坐部車又要得巴士，然之後成身灰塵咁啊，地鐵又冇，高鐵又冇，輕軌又冇。係嘛？咁嗰啲時代已經過晒啦，而家質素高好多已經。係咯，質素高好多。咁啊，依家啲業主啊，萬達行下，星河 Coco Park 行下，三澳會員店、塘井市場係嘛？紅葉市場買啲餸係嘛？肉菜市場幾好啊！呢咪叫生活咯，係嘛？即係一個月講緊2-3千蚊一個家庭係嘛？咁啊就可以啦。你香港食個7-8千蚊、1萬蚊嘅消費，佢消費唔同，交通成本唔同。冇錯，可以咁講。係啊。好咁啊，多謝阿劉生嚇，咁啊大家咧可以踴躍翻到嚟大灣區咧睇睇啦，多啲煲下我哋嘅片啦，支持我哋 A 空好家園。多謝阿劉生出鏡，我哋 A 空好家園嚇，俾到大家個好嘅參考。拜拜。